小米發佈會之後呢，啲股價就同坐過山車咁樣飛流直下3000尺。我成日都問自己點解仲未買蘇七嘅？因為仲爭少少。嗱，我講我個銀包啊嚇，我唔係冇錢啊，我只係做緊實驗，人類移動方式多樣性體驗計劃嚟嘅啫。我嘅購車基金咧，主要嚟自於3個部分：下個月中嘅彩票啦、年底嘅雙色球啦，同埋過年支付寶嗰5福，馬上嚟緊噶啦。除咗唔係好夠銀呢個原因之外呢，畢竟我唔係太懂車。我當時睇發佈會話係地表最快4門量產車，真係令人心動的廣告啊！點知認真睇睇，仲有4隻小字：目標成為。我頂！咁阿坤哥去溝女，咪又可以用預計未來收入達到過百萬一年咁嚟介紹自己。仲有個小米超強鋼呢一個材質呢，原來係項目名稱，真係茅塞頓開，改個名就係噶啦。於是我小剛斗膽話自己係個處女座，出台律師費100蚊起，30年工作經驗仲差20年，廣州最牛逼律師。最牛逼呢係我微信名嚟嘅啫。我都想將律所名咧改成咩贏硬啊、贏梗啊律師事務所啊，就係司法局唔批嘅咋。網友評價話，當一個人嘅財富同認知唔匹配嘅時候咧，多出嚟嘅財富就會流入阿雷總個袋。我想講，認知都唔係問題，問題應該出喺個視力嗰度，因為嗰行細字咧，你要用逆光之王反晒光鬥晒雞，你先睇到。唔怪得阿雷總話我哋呢啲鋼精啊同埋友商唔好攞放大鏡嚟睇啦，因為你攞放大鏡真係睇到噶啦。法務部啊，唔好揾我啊，我只係重複一次你哋宣傳展示圖片裏面嗰啲字嘅咋。咁你又覺得我窒你？點解你咁醒嘅？我想講呢，廣告法第9條規定唔可以使用最高級呢啲字眼，除非你有數據支撐啦，比如話針對市場佔有率啊之類係可以豁免嘅。好可惜，暫時係睇唔到逆光之王有任何數據。我個人認為涉嫌違反廣告法㗎啦。其次，廣告法第4條同第28條明確規定咗虛假廣告嘅相關內容，設計目標就肯定唔可能等同於已經實現功能㗎啦。使用設計目標作為宣傳，即係想像式宣傳啦嚇，咁同緬北係有咩分別啊？小字注釋佢過於隱蔽，字體又過細，顏色對比度又過低，令到消費者正常閱讀之下幾乎無法注意，可以理解為可能故意通過信息失衡引人誤解啊。辛吉飛提醒我哋要睇配料表，雷總提醒我哋要睇廣告啲細字。小米作為一個1000億嘅企業，雷總已經都係首富級別㗎啦。消費者期待見到嘅係真正高端品質嘅中國製造產品，而唔係玩文字遊戲啊、堆參數啊，永遠做追隨者，咩對標保時捷啊，做蘋果嘅影子咁咯。關注我，我係江律師，你會幸福㗎。